俾公司裁咗員，轉行咧去做銷售工作，做 sales 咧又唔想 sell 爆啲親戚朋友，咁啊唯有做 cold call 啦。諗住咧出席咧一啲唔同嘅場合，可以咧識多啲人。但咧實情咧就去到見到咧人頭湧湧嘅時候啊，已經唔知點算好。結果咧企埋牆邊派咗1、2張卡片，我咧靠3個唔同嘅種子習慣，令到咧陌生人都主動咧行埋嚟想認識你。嗌人做銷售唔使咧逼自己扮異人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Penny Sir，歡迎翻到嚟快樂商道。近年裁員潮，好多人咧都因為咁樣轉咗行，而且大部分咧都係轉咗咧做銷售行業。以前坐喺 office 做 internal， 唔使咧同咁多陌生人講嘢。有朋友同我講，而家咧因為轉行做 sales， 就要咧做陌生開發，要 cold call。每星期咧 team 頭見到佢冇數翻咧，就會問：喂，會唔會咧諗下參加商會活動啊？去識多啲人。但作為一個 I 人，最慘咧就係去完一次嘅 networking 嘅 event， 要翻屋企咧攤翻成日先回翻氣。準備好嘅話術，見到咧客戶就會完全忘記得一乾二淨，就會諗：哎呀，我咁內向，一定咧做唔成銷售。點解我咁清楚？因為咧我係一個天生嘅超級 I 人，最中意咧一個人睇下書，拆解下商業模式，家庭聚會都好啦，係太太咧拉埋我一齊咧先夠去。2009年去辦手機廣告平台嘅時候，逼住要見客，逼住要去交流會。每次去之前咧，都同自己咧打滿雞血，同自己講：今日咧一定要咧派晒呢20張卡片。結果多數咧就會企喺會場嘅門口，要深呼吸10次，入到去坐埋角落，病埋一邊。完咗會，無論係廣告頒獎典禮、零售商會嘅交流，個個場合咧都係信心滿滿出發，空空如也咁翻嚟。I 人嘅痛，你哋明唔明啊？唔係咧唔想識朋友做生意，係主動開口咧呢個動作咧已經令佢耗盡所有嘅 energy。但後來咧我發現，只要你種啱呢幾個種子嘅習慣，I 人做社交唔使扮異人咁主動，可以坐定定喺度等其他人咧嚟揾你啊！我就咧靠呢3個種子習慣，後來咧喺印刷展入邊認識到新加坡嘅客戶，喺遊戲展入邊咧接到大陸嘅單。唔使咧逼自己咧去開口，反而咧有人會話：喂，聽講咧你好勁㗎噃，想同你傾下合作。秘訣咧就係呢3樣嘢。I 人咧最怕咧就係自己話自己好勁，但可以做別人嘅反光鏡。我開始咧每日會花5分鐘時間，認真咧咁諗下身邊嘅人嘅優點。同時做報表好快，我就會同佢講：哇，你嘅 Excel 技巧咧真係出神入化，幫咗我。客戶嘅品牌故事好感人，我就會咧同佢講：哇，呢一個概念咧一定可以打動好多人。最初咧只係好刻意咁做，後尾養成習慣，結果各地咧嘅課程主辦方咧都會主動邀請我去幫佢哋站台教書，甚至乎咧有啲人會講啊，話佢哋認識嘅導師入邊最多導師咧中意同我合作嘅人。呢個嘅種子咧就係最啱 I 人噶啦，唔使自己話自己幾勁啊，你幫其他人發光，光自然會反射翻你身上。見客嘅時候啊，耷頭耷計，無精打采，再犀利都冇人信。I 人咧要有自信咧，係唔使靠扮強勢，要靠種底氣嘅種子。我自己咧就會主動幫身邊嘅人過關。下屬怕做 presentation， 我會咧陪佢練習到凌晨，話俾佢知你嘅數據咧夠晒強硬噶啦，講真話就可以噶啦。朋友創業遇到樽頸位，我唔會再同佢講大道理，只係咧拍下膊頭同佢講：哇，你已經咧好犀利噶啦！其實做到而家，神奇嘅係幫其他人建立自信多咗，我自己見客戶嘅時候咧條腰都直啲啊！有次咧見到一個好大嘅品牌方，對方仲話：你同其他 sales 最唔同嘅地方就係眼神堅定，講嘅咧好有底氣。其實咧係因為幫咗其他人打氣嘅種子，翻嚟俾咗我嘅力量。I 人咧大部分都唔中意咧獨當一面，但係咧其實佢哋可以做連結者。我識到咧印刷廠嘅朋友，我就會諗：啊，我啱啱咧有個客咧需要做啲印刷宣傳品喎，介紹佢哋認識啦。之後咧做 game 公司嘅老闆想拓展香港市場，我會同佢講：我認識咧本地嘅 KOL， 幫你咧去聯絡佢哋咧做宣傳。呢啲嘅連結咧完全咧唔係求回報。結果印刷嘅朋友咧帶嚟咗新加坡嘅客戶，佢哋咧想做手機廣告，我第一時間咧就諗起 Penny 你啦。做 game 嘅老闆咧介紹咗好多大陸嘅同行，
佢哋咧都話想揾最靠譜嘅香港廣告平台，我咧就推薦咗你俾佢哋啦。I 人嘅勢利係睇到咧每個人嘅需求，做連結咧唔使講好多嘢噶，只需要咧輕輕一推，人脈咧就自然好似滾雪球咁咧，一路越滾越大。I 人做社交，記住三要三不要，唔使咧夾硬逼自己去拍卡片，唔使咧逼自己咧扮熱情，唔使咧驚坐喺咧角落入邊，要睇到別人嘅好，要幫人打氣，要做連結。寫呢個每日咧3分鐘嘅計劃，一句咧真誠嘅讚美，譬如咧可以見到一啲好好嘅分享，同佢講哇，啲人好正喎。2，幫一個人咧去打氣，見到人哋正嘅地方，可以咧同佢講，喂，你加油啊，努力啊。3，做一次咧小嘅連結，將 A 同 B 如果見到佢哋互相咧可以合作嘅話咧，將佢哋連結埋一齊。我用咗以上嘅方法，從派唔出一張卡片到而家咧，客戶會主動揾我咧，留低我嘅聯絡 contact。I 人咧係唔使咧逼自己變成 E 人，只要種啱種子習慣，I 人咧都可以變成社牛。你係咪 I 人咧？喺社交嘅時候咧，最驚遇到咩場景？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我教你咧種對應嘅種子。希望咧你會喜歡我今集嘅內容。拜拜。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。如果唔想錯過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